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台北市长郭文德昨请假去釜山，规工拢无访问的行程，敢若是看起来真美秀。不离个绿党上新的民调已经公开，有79%的民众无支持罢免郭文德。下早郭文德针对这件代志有上新的回应。所以我觉得是不应该在自己的同胞里面再去把谁圈出来说这是共匪的同路人我想这些是不必要的。其实我要讲，我们台北市政府最成功的地方，我每次说我们3个副市长，就是我们成功的地方。我们有个副市长是以前的胡志强的副市长，是国民党系统来的；黄珊珊是亲民党的嘛。那彭振声是谢长廷提拔的，那在陈菊的时代当过高雄的工程的处长。所以你看我们3个副市长，刚好国民党、亲民党、民进党都有。做得好好的，这不是很好吗？何必在自己的同胞里面再去圈出一块说这是敌人，那没道理。市长想问一下，那个绿党有最新的罢免你的民调，不过有高达79%不支持罢免你，然后不过绿党是质疑说，这样你还觉得他们是侧翼吗？怎么看都像对不对？对啊，那其实这样这个我现在也是这样常常是这样。时间久了我经常还是我作为一个从台大医院出身的医生，我还是相信说很多事情经常认真做。台大医院现在外面做广告是比我们还厉害。对啊，至少在我离开台大医院的时候，台湾人民相信台大医院是他们最好的医院。我们不用去花钱去买去做什么形象广告因为你认真做，就应该知道你是最好的。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像不管，比如说像公仔这件事情，你检查过去几年开工不管是比开工数、完工数，台北市还是最多的。所以说必须讲一大堆，你再过几年，反正时间到了，我们都会交出成绩。市长另外想问，你之前在专访里面讲说，如果民进党选前要修理民众党的话，你就要在最后一刻说你要支持韩国瑜。有听过说民进党真的要在选前修理你吗？那如果说修理你，那如果真的你选前说最后一刻说要支持韩国瑜的话，对于民众党的选情是加分的吗？当然是这样的，我们其实选，这也是我们。都被民进党选举会习惯了，慢慢的这样。三餐，照三餐修以后，照三餐吸收都习惯了，这有时候只是互相恐吓一下而已没事的。市长想请教一下，要回到政党支持度的部分，因为昨天您说要让民众党变成台湾第1大党，但是现在政党支持度都是第3名，甚至是第4名的部分。那您自己这边有什么策略可以带领民众党来突破僵局吗？而另外，您有预估区域跟不分区各自可以得到几席吗？没有人成立一个政党他的目标是要成为第3大党这太好笑了，对不对？所以应该还是要有一个决心，说我们要成为台湾第1大党，我们要主导台湾的政治发展，这是一个决心。目标确定以后，就剩下就是往前进嘛。那当然你也不会期待说一个才成立4个月的政党，你要期待它多厉害，我们也不可能说一步登天嘛。但是有目标，剩下就是努力前进。所以我从来也不会去预设说我们要几席，反正就是努力做就好了。那至于说他怎么达到第1大党，我倒是有些想法的，不过这个等专访再来讲，这杜麦没办法讲清楚。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全世界最好的医院你知道，在临床上最好的医院那叫 Mayo Clinic 那个梅约诊所，它是在全世界的医院排行它是第1名。可是他从那个梅约Clinic 梅约诊所你知道。他从一个小小的医院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医院，你知道吗？它的过程当中，它的发展的模式，你知道，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其实我有把那个医院的发展它的策略、它的方针，你知道，当做我们日后民众党在发展过程的一个参考。那本书你可以去买来读一读，像梅约学管理。
是的。那市长再问一下，就是你怎么看今天早上郭台铭说他不反对弃韩保送，你觉得这个策略会奏效，会有影响吗？什么？弃韩保送。3列听起来就很怪。你觉得怪的地方在哪？就是我本来想看到黄珊珊讲的，黄珊珊换来回答，我瞎说。市长，另外想问一下，这个反渗透法今天可能在立法院就要3读通过了，不过国民党跟亲民党是打算说要在明年提出释宪，怎么看到这样的问题？我这每次讲说哦，哎，有这种反对党哦，干脆没有算了啊，不是丢水球就去实现，能够丢回之类的。那至少你还能够讲得出人家说哪个地方不对，能够讲得出来。他说你要嘛就不管要武斗，你总要有一个样子。哇，什么他去视线，干脆下跪投降就好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在开放最后一个疑问？还有没有军陆争议有关的疑问？这个问得好，这个都是你看，没有关系。其实我跟你讲啊，政治还是要解决人民，政府还是要解决人民生活上的问题。不过你们大家也不关心。我跟你讲，其实公在台北市政府这种态度是对的，就是很扎实，每年开工3000户，然后慢慢往前进，比较实在。不要幻想说一天多万有5万户工厂来投到，才盖1万多，看多万你都快挂掉了。是啊，不好意思，是啊，不好意思，您不知道，想问一下，您推出这些居住正义的措施，包括社会住宅、实价登录的范围，还有税制的改革部分，你有想过要当台北市的房价控制到什么程度？是这些政策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个绩效？其实是这样的哦，这个我们要想想看啊，我们那个房屋所得比现在是16嘛，这个房屋比所得。其实如果单看房价的话，其实香港、上海不见得比台湾低，这表示说你看，我们房屋跟所得比会高，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所得太低。那当台湾的 GDP 只有2万3的时候，相对来讲，这房价就变得很高，所以这其实问题很简单说。第一个我也不认为打房战略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台北市房屋自有率是85%，所以这打房，你说让这房价掉不会对。所以正确的战略应